勞工處刑事檢控亞洲電視拖欠員工2014年7至9月份薪金嘅案件，今朝早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亞洲電視派出高級副總裁劉蘭昌同埋執行董事葉家寶出庭應訊。代表勞工處嘅律政司代表洪興芳喺庭上表示，由於涉及2014年10月同11月嘅42張欠薪傳票，仲未送到被告手上，為咗方便處理，申請將案件押後到2月27號先至答辯。控方亦都同意將案件押後到農曆新年假期之後處理。不過，主任裁判官馬漢章就批評用郵遞方式送上傳票係浪費時間。質問控方點解唔將42張傳票直接送到被告手上，而且案情本身並唔複雜，基於公眾利益考慮，案件亦都唔適宜拖延太耐。裁判官之後將案件押後半個鐘頭，並且命令控方喺半個鐘頭之內將所有傳票送到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嘅代表同埋執行董事葉家寶嘅手上。半個鐘頭之後，控方表示已經將全部傳票送到被告手上。裁判官之後將案件押後到2015年2月13號再提堂，屆時會一併處理兩批合共76張傳票，同埋聽取答辯。亞洲電視，香港精神。而喺庭外，除咗有團體到場支持亞洲電視之外，亦都有工會到場抗議。根據勞工處嘅年報，2013年嘅年報，平均每一張傳票咧罰咧就係3000蚊。2013年咧全部違反呢個勞資糾紛嘅僱傭條例嘅咧，就係話有750張傳票，上法庭咧共判罰咗220幾萬，即係每張傳票係3000幾蚊。最近咧亦都有人係咁樣講啦，但係話呢3000幾蚊，我哋覺得咧係即係唔足以阻嚇呢個僱主嘅欠薪啊，因為咧依家咧就話普通你話係非法吸煙嘅地方咧，都要罰款係1000幾蚊，咁如果你係咁嚴重嘅欠薪問題，只係罰3000蚊咧，所以香港地依家每日咧有5000幾宗，唔係每個月有5000幾宗欠薪嘅個案喺勞工處處理，就係因為咁嘅原因。亞洲電視係喺舊年9月開始拖欠員工薪金，其後勞工處介入調查，之後發出34張傳票，指控亞洲電視喺2014年7至9月期間拖欠員工薪金。其中一半傳票係檢控亞洲電視違反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第23條，即係故意同埋冇合理辯解，不依時支付工資俾僱員。其餘傳票就檢控執行董事葉家寶違反僱傭條例第64B 條，即係公司違例欠薪係喺佢同意、縱容同疏忽之下造成，最高刑罰係罰款35萬蚊同埋監禁3年。控方表示，若果亞洲電視喺下次提堂嘅時候再申請將案件押後，佢哋會反對。另外，88名亞洲電視員工喺勞資審裁處從民事途徑追討欠薪嘅案件，將會喺下個星期一2月2號提堂。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子陽報道。